開季嘅時候無人能阻，連續大勝西維爾拜仁皇馬，但季中聯賽卻一度失分，被皇馬拋開7分，跌落第3位。大家好，我哋係 LC 夢工場足球。我哋今日嚟探討嘅球隊係今季嘅巴塞隆拿。巴塞隆拿一直被號稱低商最強，喺唔同年代都能夠統治歐洲。由朗拿甸奴、亨利、伊圖、李華道嘅年代，到三叉戟嘅 MSN 年代，巴塞隆拿嘅球員一直交出驚人嘅表現。而現役嘅巴塞球員亦都難免經常俾球迷攞佢哋嚟同以往嘅巴塞名宿比較。無論佢哋踢得幾好，球迷總係會有辦法話佢哋不及當年勇。費力克喺今個夏天接替沙維成為巴塞嘅新主帥，但係唔少人都有質疑同埋反對費力克嘅來臨。費力克喺2019至2020球季帶過拜仁慕尼黑成為3冠王，又同利雲道夫斯基合作過。本來呢啲成就同經驗都好適合做巴塞嘅要求，但係最令球迷擔心嘅係佢喺2022年嘅卡塔爾世界盃帶領德國國家隊嘅時候，喺小組賽爆冷出局，之後更加成為德國國家隊第一個被辭退嘅領隊。但係好快，費力克就用成績將球迷嘅質疑一掃而空。費力克喺德國隊嘅失敗或多或少係因為未能取得足夠嘅入球，所以嚟到巴塞之後，佢就同4-3-2-1呢個陣容進行無限嘅逼搶同埋高位防線嘅戰術，進攻嘅時候再加上傳統嘅巴塞嘅 Tiki Taka， 令巴塞嘅進攻更加有威脅，更有機會入到波。單季喺西甲頭12場就已經入咗40個波。今季巴塞嘅成績就好似坐過山車咁。開季喺聯賽就已經獲得7連勝，之後更加試過連續7場入超過2球波，其中有對西維爾、拜仁、皇馬等等，更加有3場係歐聯嘅比賽。但係到咗11月中開始，佢哋喺西甲8場比賽輸咗4場，和咗3場，只係贏得1場嘅。去到西甲第20輪嘅比賽完咗之後，巴塞已經喺當時排名跌到落第3位，比第1位嘅皇馬拋開足足7分。當大家以為今季嘅西甲冠軍會係馬德里之爭嘅時候，出乎意料地，由2月份開始，巴塞連續19場冇輸過，更加係贏咗17場，只係和咗2場。同時，皇馬同馬體會都喺呢段期間大跌喎，不停失分，令巴塞隆拿喺去到西甲第33輪嘅比賽完咗之後，已經升上榜首，兼拋開第2名嘅皇馬4分。長期進行高位壓迫嘅戰術，巴塞隆拿嘅球員開始體力下降，導致佢哋嘅失波增加。去到上年嘅10月嘅時候，7場聯賽佢哋淨係贏得1場，直接將西甲第1讓咗俾馬體會。同時，球隊淨係識得製造攻勢，卻未能將攻勢轉化為入球，令球隊陷入困局。直到今年1月22號，巴塞成功喺歐聯嘅小組賽反勝賓菲卡5-4，巴塞嘅球員就開始甦醒過嚟，踢得越嚟越好，狀態火熱。喺下一場嘅西甲比賽，立即大勝華倫西亞7-1。之後更加係能喺西維爾主場以4-1大勝西維爾，同埋喺主場以4-0大勝皇家蘇斯達。到近排，巴塞喺西班牙杯決賽大勝死敵皇馬5-2，奪得西班牙超級杯嘅冠軍，更加成功擊敗多蒙特殺入歐聯嘅4強。喺聯賽又拋開皇家馬德里4分。尋日更加係奪得西班牙國王杯嘅冠軍。巴塞隆拿今季絕對有機會係能夠成功成為4冠王㗎。好啦，咁我哋而家先嚟預測一下，我哋覺得巴塞今季最終會唔會攞到4冠王啊？
咁我咧就覺得巴塞啦，今季就未必攞到4冠王啦。咁巴塞咧而家就攞咗2個冠軍啦，西班牙超級杯同埋西班牙嘅國王杯啦。咁西甲咧亦都係拋開皇馬4分啊。咁就西甲方面咧，我就覺得佢哋已經係好大機會攞到啦。咁皇馬咧，我覺得佢哋就喺今季咧就未必可以成功反追到巴塞啦。但係咧喺歐聯方面咧，歐聯咧喺小組賽嘅時候啊，巴塞同埋呢個國米啊，4強嘅對手國米啦，都係攞一樣嘅分數啊，19分啊，8場19分啦。但係咧，國際米蘭啊喺踢呢8場嘅時候咧，淨係失咗1球啊！可想而知咧，佢哋嘅防守啊係幾咁厲害啊！同時啊，佢哋喺上一 round 8強嘅時候啊，就係成功擊敗到呢個拜仁慕尼黑啊！仲要國際米蘭贏拜仁嗰場係喺拜仁嘅主場啊，以1-2擊敗拜仁慕尼黑啊！而喺佢哋16強對飛燕諾啊，佢哋咧就都只係失咗1場啊，2回合咧就計咧就係贏4-1嘅。所以咧，我覺得國米啊對呢個巴塞嘅威脅咧係唔少嘅。再加上啊，即使巴塞上到去歐聯決賽咧，佢嘅對手係阿仙奴或者巴黎聖日耳門啦。阿仙奴咧睇到佢哋實力咧，今季都唔差啊。首先喺英超啦就攞第2啊，佢哋連續3年都可以攞到第2呢個咁好嘅成績。跟住佢哋歐聯咧就上回合啦，就係可以贏到皇馬，就總比數係5-1嘅。可想而知咧，佢哋喺歐聯咧嘅戰場係幾咁熱血啦。同時啊，喺巴黎啊，佢哋今季咧法甲都係啱啱輸咗俾呢個尼斯嘅3-1，所以先至造成佢哋法甲啊係有一場輸波啊。佢哋可想而知咧，今季巴黎啊係幾勁啊，喺法甲咧都淨係輸咗1場比賽嘅。所以咧，我覺得咧無論係國際米蘭啦、阿仙奴啦，定係巴黎聖日耳門啊，喺歐聯咧對巴塞隆拿嘅威脅啊都好大嘅。咁你覺得點咧？我就覺得咧，巴塞隆拿今季攞4冠王嘅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因為咧睇翻啦，巴塞隆拿其實而家喺西甲方面同緊後面嘅皇馬都有4分嘅距離啦。雖然咧話皇馬仲有機會係追到巴塞，就係因為咧嚟緊5月11號咧。喺第35週嘅比賽，巴塞會以主場嘅身份出擊皇馬嘅。咁萬一皇馬真係攞到呢3分之後咧，真係絕對咧係會拉近至1分嘅距離。但係咧，我又唔係話太驚喎。睇翻今季巴塞對皇馬嘅成績，巴塞係幾好嘅喎。對住皇馬係又贏過3-2，又贏過5-2等等啦。我認為巴塞啊，就算啊，仲要加上係主場身份，就算啊，最差我覺得應該都係和波嘅啫。咁我估啦，佢哋之後仲會對愛斯賓奴，應該都唔會失分噶啦。咁可能最難過嘅關就會係歐聯啦。咁歐聯4強咧，其實咧我又就覺得巴塞都係入硬決賽啦。4強應該都易過嘅，就係要對住國米啦。咁我估國米啊，睇翻佢近幾場嘅比賽裏面啦，係已經係連續3場冇贏過波啦，直至到錄音一刻嗱。而家錄音呢一刻咧，國米繼續係輸緊俾羅馬1-0啦。咁而佢上面嗰3場咧，就係分別3-0輸過俾 AC 米蘭，1-0輸過俾博洛尼亞，同埋2-2和咗拜仁嘅。喺近3場冇贏過嘅比賽裏面，我唔認為國米可以能夠今場嚟緊4月30號作客能夠會擊敗到巴塞隆拿㗎。而去到決賽方面啦，一係就對巴黎聖日耳門，一係咧就會對阿仙奴啦。阿仙奴咧雖然咧佢近幾季嘅表現係上翻嚟，但係咧上季亦都係喺早階段亦都係俾人即係都未入到決賽啦。咁我唔認為今次佢亦都過到 PSG 啦，而 PSG
方面咧，其實咧佢哋嘅打緊嘅聯賽係法甲啦。咁法甲其實係最易打嘅，即係我認為啊，喺5大聯賽裏面係最易打噶啦。根本就淨係得巴黎聖日耳門一隊可以爭標嘅啫。咁而阿仙奴方面，佢哋嘅進攻球員啊，今季咧就有好多人都傷咗啦，耶穌傷咗啦，之前就有薩卡又傷過啊，哈弗斯又傷咗啊，之前咁其實人選上都冇乜人噶啦。咁我覺得阿仙奴咧連4強都問咗啲去過關啦，而決賽方面咧就我估係 PSG 對呢個巴塞啦，巴塞應該都可以輕鬆能夠過關嘅，再加上牙馬、夏芬拿同埋利雲道夫斯呢3個組合咧真係唔錯噶，即我亦都覺得夏芬拿嚟緊季尾應該都仲會係有好多入波噶。即管就拭目以待，睇下巴塞羅那能唔能夠攞到4冠王啊！如果中意我哋條片嘅，記得訂閱、讚好同埋留言啦，分享埋俾你身邊中意睇波嘅人。我哋下集再見，Thank you。